德海峽開闢新嘅戰線，令敵方咧代價翻倍。希望大家咧將來唔會再記得萬德海峽啊！如果經常被提及咧，係一件好壞嘅事。萬德海峽咧係處於咧也門胡塞武裝嘅控制範圍之內。美國同以色列咧對於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之後咧，胡塞武裝表示係支持伊朗，但係至到而家為止咧，仲未有出手任何嘅支援嘅。胡塞武裝點解按兵不動呢？將來會唔會加入戰事呢？胡塞武裝假若參戰嘅話，會帶嚟啲咩影響呢？第一，美國同以色列咧2月28號對伊朗服務之後咧，胡塞武裝咧當時係立即表示咧要全面支持伊朗。胡塞武裝嘅領導人胡塞喺3月5號咧就話，胡塞武裝咧而家個手咧已經係扣咗喺呢個機即係槍嘅扳機上面，隨時準備開槍㗎啦。一旦局勢發展需要咧，就會採取行動。然而咧，至到而家，胡塞武裝咧仍然按兵不動。胡塞武裝咧目前係主要控制緊也門西北部，包括咧首都薩那同埋好重要紅海嘅港口城市荷台達呢啲地方，又會控制嘅。雖然佢唔係也門政府啊，但係會控制咗啲地方。喺2023年10月咧，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之後，胡塞武裝咧頻頻打擊紅海同埋阿拉伯海域，就同美國同埋以色列有關嘅船隻咧都俾佢打嘅喺紅海，而且咧就向以色列咧不停咁樣發射導彈。也門嘅一位媒體嘅人士咧就叫阿福道咧，佢就認為目前咧胡塞武裝保持戰略嘅克制唔喐手，係因為咧胡塞武裝佢係知道，假若佢加入戰事咧，將會招致同美國同埋以色列聯合好猛烈嘅打擊。而當前咧也門嘅經濟民生咧係好脆弱嘅，胡塞武裝嘅控制區假若咧係遭到大規模嘅空襲，將會同胡塞武裝要謀求長期控制也門，並希望實現佢哋嘅合法性呢一個政治目標咧係相悖嘅。即係話咧，胡塞武裝想喺也門站穩陣腳，繼續控制住佢控制嘅地區，甚至攞到合法性嘅時候咧，因為佢唔係政府嚟嘅，同埋政府敵對嘅。如果而家佢邀起呢個戰事咧，受到猛烈嘅轟炸，Open Windows 嘅政治目標總嘅目標咧 Hi, Avatar. Open Windows. 假若 Opening the driver car window for you. Thank you. Close window. Closing the driver car window for you. 成員叫布海提咧，喺3月20號就話，為咗支持伊朗，胡塞武裝咧淨係考慮所有可能嘅選項，包括咧就係封鎖萬德海峽啊！希望將來大家咧霍爾木茲海峽大家好熟啦，而家霍爾木茲海峽，但係希望將來咧讀新聞嘅頭條。布海提就話咧，如果係不得不萬德海峽嘅話，胡塞武裝咧只會攻擊嗰啲咧係襲擊伊朗同埋伊拉克、黎巴嫩同埋巴勒斯坦嘅國家嘅船嘅啫，即係話咧唔係全面封鎖，只係針對啲敵對國家咧佢就會攻擊就用做選擇性封鎖。華爾街日報咧21號佢就引一名美方嘅官員咧就話，而家沙特阿拉伯咧正係盡力咧避免胡塞武裝咧係加入戰事，對沙特嘅影響特別大嘅。我同大家解釋下點解。報道就話咧，美國同以色列咧亦